怎么没拍呢？搞忘了。清楚，妹妹都来了。瑶瑶没看到嘞，我要叫他看过来。是棒棒糖，你看清楚，随时嚼了棒棒糖，这样子美。这新舞昨天就跳了，永吉跳了，等会儿再拍前面，现在拍这边。
这新舞漂亮。对。才跳1年天。在这等一下。该提。手机都掉了。哎，这把来了，这把来了，还有瑶瑶在后面，确诊拉布娃，刚拉错，巴老师西，上巴西，去啦，妹妹清楚。永贞还有10多20分钟才上场。拉布娃确诊，白衣服确诊，绿衣服是刚拉错。哦，不是，绿衣服是斯朗巴西，卡威是深紫色的是桑巴，刚拉错。他们3个颜色。很好认，这个白色的是确诊，土灰色的是阿姆娃，黑色的是特巴，前面那个是去这儿，在前面那个是阿错。这个是扎西取针，明令来了，没躲呢，没来呢。
每多来的晚一点点，有个吃完饭吃的比较晚。昨天晚上吃完饭8点半才来。兰卡卓玛，这个是卓玛初，这个是白后拉鲁，白后，戴中戴眼镜的好认。然后这个是欧姆，这个是底汤卓玛，这个拥挤，然后王清过次最高的，团队里面过次最高的。王清前面人卡，现在是登真。蒙古的第二圈。
摸嘛摸可以摸。看下10K 直播有点失败哦，这边人太多了，有点卡，不人少一点肯定好很多。怎么这么卡呢？之前我10K 直播很成功的，一次都没卡过，就有可能比以前多了1倍吧，有可能多了很多。我拉错负责外接走一，哎来了，他来了，13个人，他们是那曲群众艺术团。今天好像那区又来了的嘛？啊，13个。比如的好像说是。他们是啊，不晓得。我问了。他们是艺术团的，哎。比如好像。没死的那个。他们也是那区。有一个网友跟我说的，有个比如他老师要来成都来景玩。哦。他那个叫奇美，有个叫。这个要来奇美啊，奇美，比如县的艺术团，他们通知上面写的是那区是群众艺术团的嘛？对，应该就是他跟我说的。对，他也是那区市的，比如他没说完全说地址，也就是通知里面说的是群众，那区是群众艺术团，它不是群众艺术馆。然后好像说是比如县的那个奇美，其中的奇美，美丽的美，奇美。啊，哎，你别玩有个叫奇美，其中的奇，美丽的美。奇美就正好来那个，是不？
啊，对，是不是那个？啊另外一个是不是那个？不知道，好像好像是。这上来的是不？好像他们是另外，那是秘鲁县的吧？啊，一个县的吗？他是秘鲁县的。差不多，反正现在咱名字都不搞清楚，现在名字都搞清楚。那就叫他们加入嘛。他们在里面跳，其他都外面跳，学他们。哦，他们在里面跳。好。阿达说。这一个。就是那边。我今天我那个放慢的都不行，我喊那个喊他们来。这个人，他那就走了吧？他还在那个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泡泡糖吃。哦，棒棒糖他们发里面有。谢谢你，我就是你讲了这么多次了。跑得好快哦！